台南市府规划要开发绿林产业园区，不过因为要撤掉100张树仔，而且离有机铁幕场干那6公尺尔，引起争议。昨宽屏初心是建议唔好来开发。针对这件代志，台南市府讲会阁提出申诉甲补充资料，争取宽屏委员的支持。来到港墘农场，这时过的农民一透早就来果子园巡视。不过，这个地点除了果子园以外，隔壁还有一大片林地，大约有64.64公顷的面积。伫咧4年前，互人划入去台南市绿林产业园区。不过，因为这个所在较够饮水，加上林地保留了真好，生态嘛真丰富。离有机的铁幕场阁敢若6公尺远，开发案引起争议。环境部2日召开环评专案小组第4届初审会议，建议不应该开发。港前农场是台南都市之肺硕果仅存的2片废业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？尤其是港前，它就在奇美烟囱的对面，然后它位在高雄火力发电厂的北方，所以它对于古绝这种工业的空气污染，还有发电厂的空气污染是很重要的。当然，你两个是讲你讲以地换地啦，是政府啦。迄时阵有讲过对。对啊，怎啊都无唔知啊。阮顶都地人知啊。对此，台南市政府表示，环评委员关心的饮水佮生态等议题，伫咧环境影响说明书拢已经有写着。园区内欠水的需求嘛已经有甲原本的饮水的量拢算入去，而且嘛已经通过水利单位的审查。也那生态部分嘛会强化生态补偿。那我们将前述通过区内保存以及区外移植的方式，同时我们也认养沙仑农场46耕地15公顷的土地作为区外移植，强化生态补偿跟营造生态栖地等。未来预估可增加6000个工作机会，吸引110亿的投资金额，也会创造每年220亿的产值。环团认为，为着保护当地环境甲生态，台南市政府就莫阁申诉啊。不过，台南市政府强调，这个地点会当连接沙仑智慧绿林科学城，深化绿林产业甲技术的发展是有需要开发的。卖伫收到专案小组第4届初审的会议记录3天内提出申诉，30天内提供补充资料，来争取环评大会委员的支持。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。